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專心一意侍奉恩主。今日經文係馬太福音25章23節，主人話：好，你這有良善有忠心嘅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好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嘅快樂。今日嘅故事有一個富商，有一個忠心耿耿嘅女管家。有一日，佢會話俾個管家知，因為我太攰啦，我需要休息一陣間。我瞓覺嘅時候呢，我唔接任何電話。一陣之後，政府高官打電話嚟搵個富商，管家回答：佢喺度瞓緊覺啊，叫咗我唔可以叫醒佢嘅。高官話：請你叫醒佢，我有好緊要嘅事要搵佢。管家好堅決咁講：唔可以啊，高官，我係替佢打工嘅，我唔係替你工作嘅。請你放心，等佢瞓醒之後，我一定將你打嚟嘅電話嘅事情及時去轉告俾佢嘅。事後，富商向高官表示歉意，高官顯得好高興，並且講：話俾你嘅管家知，如果佢願意，我將請佢嚟我辦公室返工啊！我哋一齊默想，乜嘢叫盡職？乜嘢叫忠心？呢個故事係一個好好嘅說明，基督徒應該做上帝忠心嘅好管家，完全遵照主嘅話行事。我哋要時時查看自己係唔係在專心侍奉主呢？而且只侍奉一個主人。我哋一齊禱告啊！親愛嘅天父，你係我哋嘅主，我哋唯一侍奉嘅神，我哋單單敬拜你，亦要忠心侍奉你。在你託付俾我哋嘅聖工上，能夠職守本分，盡心盡力做個好管家，以討你嘅喜悅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喺我哋嘅生活同工作上，亦同樣要盡責於我哋所做嘅一切，讓我哋整個生命都榮耀你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馬太福音25章23節，主人話：好，你這有良善有忠心嘅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好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嘅快樂。